基本上，佢个杨梅三部曲，佢个结构老五毒六的亚细亚的故意。老总受一个台湾人三部曲，俩两本书用综合起来共用啊。因为亚细亚故儿佢一只主角做一只视角，但是本着三只魔强的界团来表现心中的故事啊。第一部历史的脚印，佢就用俩声音的眼光来看俩世界，没写到佢爸爸妈妈的故事啊。第二部。第三部都有写到拍摄恐怖的描写没有带到佢的台球啦、球妹啊安样的故事第三部主要就写佢在美国的生活，一开始佢用版土生因呢动球以后，1982年以后就恢复创作，写的佢台湾的美国人又迁到台美人的家庭佢的感情啊，用版求生存啦。做安样的题材最后佢自然就会经过民主自由的空气，了了时代唔系封建时代安样让佢读起来同样电脑佢对爱情快速复杂的往见感觉汉的 Q 时代的部署有一定的美感，佢看认同安样佢个书最后就完全认同台湾人佢开始行同创作。都来帮助台湾人的认同、民族认同、客家人认同，只有较多社会文化的批判、民族的独立、自由来代表，未争取客家人语言文化的尊严韩国其他的书，佢没有关心到外省的路边台湾外省嘅婚姻的特色希望包容幸福写人性的善良的。光明面来影响社会。